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學習單元科學與科技。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。當我讀完之後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空氣，空氣，氧氣，氧氣，重量，重量，方向，方向，儀器，儀器，衛星，衛星，火箭，火箭，能源，能源，石油，石油，光，光，電，電，照亮，照亮，燃燒，燃燒，侵蝕，侵蝕，模擬，模擬，研究，研究，科學，科學，科學家，科學家，著名，著名，科技，科技，航天，航天，太空，太空，月球，月球，行星，行星，流星，流星，天文學，天文學，現象，現象，大自然，大自然，發明，發明，發現，發現，測驗，測驗，實驗，實驗，試驗，試驗，維修，維修，安裝，安裝，設計，設計，運用，運用，利用，利用，化驗，化驗，探險，探險，找尋，找尋，嘗試，嘗試，成功，成功，失敗，失敗，貢獻，貢獻，
技術，技術。產生，產生。循環，循環。系統，系統。方便，方便。準確，準確。迅速，迅速。先進，先進。發達，發達。方法，方法。步驟，步驟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喎。我哋透過多看、多聽、多讀，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